台语讲大脑甲语言的故事。咱人的大脑是一个真复杂嘛真奥妙的所在。咱每一天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活动，拢是伊咧掌控的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大脑甲语言的故事。要讲这个故事以前，我先来讲科学家做的两个实验，一个是高山啊，一个是阿英。以前的科学家为着要了解咱人的大脑，因着先用一只高山啊来做实验。因训练这只狗啊，看到金蕉，双手就爱举起来，一直加训练，一直加训练。然后，因将这只高山啊的大脑中一个物件甲摕掉，佮将伊的倒蕊目睭甲炸起来。因想要了解讲，伫这种情形之下，敢若正蕊目睭会看到金蕉，这只高山啊是会举正手、倒手，还是两只手拢会举起来？结果呢，敢若正手有举起来。为什么敢若正手有举起来？咱确定会来解说。第二个实验是科学家找台语足认真的阿英来做实验，因互阿英挂一个耳机，这个耳机正边放的声音是爸爸，倒边放的声音是妈妈。研究人员想要了解的是，两边的声音若同一个时间放出来，阿英会较紧听到爸爸还是妈妈？结果呢，不管做几遍，阿英会较紧听到的声音拢是正边放的声音。为什么正边的耳孔在处理语言的信号会较美丽，会较厉害？咱即马就来解说。想要了解这两个问题，咱就要先知影大脑的结构甲功能。人的大脑有分做倒脑、正脑两边。这两边的半脑，若有代志要交代，就要透过中央这条白色的桥，台语叫做胼胝体，英语叫做 corpus callosum。刷落来这张图，中央有画两条交叉的线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红色的代表讲，咱人身躯倒边的器官甲部位，比如讲倒手、倒骹、倒耳孔、倒蕊目睭，是靠正半脑来管理的。蓝色的线代表讲，倒边半脑管理的是正边的器官甲部位。这个概念，科学家就甲叫做大脑对齐管理 （contralateralization）。头拄仔咱讲的迄只高山啊，伊的正蕊目睭会看到金蕉，是伊倒边的大脑甲伊斗相共。倒边的大脑知影高山啊有看到金蕉，倒边用正手爱举起来。倒边的半脑嘛想要将看到金蕉的代志讲互隔壁的正脑知，毋过因为中迄条桥互人摕掉啊，无法度将消息传过去，所以正脑毋知影就爱叫倒手举起来。即马来讲阿英的实验，咱先爱知影一件代志，咱人有法度透过语言来沟通，主要是透过咱的大脑，就是讲咱想要讲的话，还是咱会当听到别人讲的话，是咱的大脑来管理的。另外呢，因为大脑是管正边的耳孔，所以正边耳孔听到的语言信号会当直接传过去予大脑。倒手边耳孔听到的语言信号先爱传去正脑，再搁经过中央的桥，才会当传互到倒脑。所以讲，倒边的耳孔一定拼袂过正边的耳孔。正边的耳孔在处理语言的信号，一定比倒边的耳孔较美丽、较厉害。这种现象，语言学家就甲叫做正耳优势 （Left Ear Advantage in Processing Speech）。感谢你的收听。